即摆咧上班的乡亲啊，你当时会当下班的。咱台湾叫批评啊是过劳之岛，其中上大的原因嘛，就是你上班的时间上长啊。最新的统计啊，平均啊一天2030点钟，这全世界啊第5悬，亚洲国家第2悬。其实咱法律啊顶头就规定，每一个礼拜工时不应该超过40点钟，但是咱台湾竟然有3.8%的劳工，每一个礼拜工作超过50点钟。出门上班已经真忝，因为台湾多变的天气，通勤的时搁接摆面对互人压榨的雨，出社会久啊嘛关系啊。起床是互乱情啊强制开机，毋是互梦想叫精神。若劳基法讲，一天的工时袂当超过8点钟。不过对真侪人来讲，煞变作是伊的梦想，毋是法定权利。一天工时大概都几小时？8小时到10小时。一天哦，应该有时候10多小时也不一定。我一天工作大概12到13个小时。数字的讲话，台湾人的工时是有影愈来愈长。劳动部公布2024年统计结果，5个月新劳当年平均的工时有2031点钟，是全球第5名。敢若比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加、新加坡，佮全世界工时上界悬的墨西哥更较低。而且，甲2023年相比，台湾的平均工时无减，颠倒增加，各加10点钟。平均月薪可能比较低，然后那个物价比较高，台湾人奴性又很重。这个时间可能是旺季，然后可能我的能力就只有这些，所以在忙的时候，就是这些人要去 cover 这件事情。整体环境对于要认真工作或是努力赚钱这件事情的价值观，我觉得会驱动大家就是工作非常卖命。对，但是这样好像对大家的身心健康不见得是有利的。加薪的环境甲产业的性质，都互民众看作是工时较悬可能的因素。劳团甲人力银行拢建议政府来做解决。可以从鼓励或是补助的角度来切入哦，帮助呢中小企业来试办所谓的劳工减时，但是不减薪。可以从立法的角度呢来规范，让劳工在非上班时间就不要再处理任何的劳务。这种文化甲劳动法规，可能来哪看哪做调整改善，才有机会让台湾提掉过劳之岛的负面标签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